港海洋公園喺2014年就推出就業展才能培訓計劃，我哋一直致力於推動傷健共融文化，並履行社會企業責任。呢項計劃為殘疾人士提供學習同埋培訓機會，幫助佢哋學習技能，提升就業能力，進一步融入社會。同時，我哋希望透過呢項計劃，俾同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融嘅價值，營造出一個包容同埋多元化嘅工作環境。香港傷健協會係我哋首選嘅合作夥伴，因為協會喺推動傷健共融文化嘅專業知識同埋豐富經驗。喺合作過程之中，協會提供具實際效益嘅支援，包括求職者甄選以及度身訂造嘅培訓方案，令我哋得以順利推行計劃。呢種緊密合作，鞏固咗我哋推動共融文化上嘅信念同埋承諾。對海洋公園嚟講，共融就業唔單止係一項政策，更係一個持續創造價值嘅過程。作為一個致力於提供平等機會嘅僱主以及肩負社會責任嘅企業，海洋公園始終秉持公平原則對待每位求職者，並為殘疾員工提供合理嘅崗位調整同支持。我哋積極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，成為推動傷健共融文化嘅先鋒。共融就業仲幫助我哋履行社會企業責任。作為一個積極推動保育同埋教育嘅機構，支持社會發展不可或缺。透過就業展才能培訓計劃，我哋能夠協助有需要人士發揮潛能，亦能夠推動社會對傷健共融嘅正面認知作出貢獻，從而喺更大層面上促進共融文化實現。舉一個成功例子，一個患有弱聽同埋弱視嘅同事參與咗我哋呢項計劃，並完成咗9個月嘅培訓同埋實習之後，成功獲聘為票務部嘅正式員工。佢喺工作表現卓越、細心、有責任感，能高效處理繁忙時段嘅業務需求，仲主動提出改善票務流程建議，提升部門嘅運作效率同埋訪客體驗。共融就業嘅核心在於改變觀念，企業需要制定清晰嘅實施計劃，更需要有勇氣打破對傷健人士嘅刻板印象，並以開放心態接納多元化。另外，提供充足嘅支援同埋資源亦係成功嘅關鍵。例如喺招聘過程中，應明確崗位需求並匹配適合嘅人選，並喺工作環境中營造包容氣氛，令到員工能夠安心工作，進展所長。以海洋公園經驗為例，我哋一直同香港傷健協會保持緊密溝通，並且設計專屬培訓計劃，幫助員工提升技能，仲促進團隊之間嘅共同成長，營造出互相啟發嘅氣氛。共融就業就係一項改變企業同埋社會嘅策略，履行社會責任嘅表現，更係創造長遠價值嘅重要舉措。希望更多企業嘗試為建設一個更包容、更具多元化嘅社會作出貢獻。每個人心裏邊都會有一份夢想，渴望被看見、被肯定。傷殘人士都係一樣，佢哋擁有無限嘅潛能，只需要一個機會，佢哋就能夠喺職場上邊發光發熱，活出自己嘅精彩。推動共融就業，唔單止係改變個人嘅人生軌跡，更加係為咗企業，為咗整個社會注入新嘅希望同埋力量。當唔同背景嘅人走埋一齊嘅時候，團隊會變得更加有創意、有溫度，企業亦都因為咁會變得更加有生命力。多年嚟，香港傷健協會一直陪伴無數服務使用者，同唔同企業攜手打造一個真正尊重同埋包容嘅工作環境。我哋親眼見證每一個真誠嘅支持同埋信任，都能夠成就一段動人嘅成長故事。作為社福機構，我哋唔單止連結傷殘人士同埋企業嘅橋樑，更加係大家同行路上嘅夥伴。未來我哋會繼續用心推動共融就業，讓到更加多嘅人能夠走出框框，擁抱夢想，令到呢個城市因為每一份嘅獨特而變得更加豐盛同埋美好。